高雄的壽山動物園呢，常常會在網絡來分享這動物的生活。其中，這非洲獅仔離鄉的相片，煞予外國人質疑講有可能是咧苦毒動物。動物園是表示講，這隻非洲獅仔呢已經23歲，也就是人類超過100歲的年紀啊。這上瘦甲袂行，攏是因為老的關係。也人園方呢是有專工予伊補充營養，絕對無甲苦毒。響亮的叫聲，伊是高雄壽山動物園這尊年歲上大的非洲獅二兄，已經23歲。二兄是2010年來壽山動物園的，因為已經是咱人超過100歲年紀，身軀頂有真儕體壞症頭，目睭看無，喙齒白等等，佇咧飼養照顧方面攏愛特別注意。園方嘛，定都會佇社群平台甲大家分享二兄生活狀況，無受到所引起外國民眾的誤解，認為質疑園方苦毒動物。園方也趕緊來說明二兄情形。他只要體力允許的話，那我們都會希望說他有機會的話就可以到戶外走一走。那保育員也認為說，其實讓他走一走的話，其實他到當天的話，他其實整個活力跟食慾相對來講是相對會比較好的。園方表示，目前壽山村4隻非洲獅2公2母，二兄是上濟歲，照顧二兄的飼養員工。去年二兄牽手大姊往生了後，因為無法度甲其他的獅鬥陣，二兄退化速度真緊，為着要予伊過較輕鬆咧，對伊的環境也做真儕改善。因為腳袂自力，體機甲碗塔懸，冇增加防厝的措施，賣互伊跋倒。主任技師就是買一台切肉機，就是可以把肉攪碎之後，然後再放在盤子上，讓我們的獅子2個可以下去吃，比較好消化。我覺得應該再引進一些新的獅子嘛，然後增加他們的一些活力嘛，延伸一些後代，然後那個才能夠帶動他們的獅群的大數量。因為外國人看不中文，敢若看相片，字數大文引起誤解，毛網球隨跳出來用英文替動物園講話。針對民眾建議非洲獅看起來傷孤單，愛加引進一寡新的。動物園講，這攏煞佗佇咧規劃當中。記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場報道。